凤座也係我吃中的凤座，你吃个重的哦，吃中的，是，对。啊也係西管西跟那去個。嘎塞耶，你来做蜜饯的，从哪里带过去可以吗？不行。看，他都只有问女儿，妈妈在这，妈妈排队只要是30岁以下来的，他都是他的目标。他花莲也有一个，桃园也有，哎呦，台中也有，我公主都有苗栗也有。哦，观众朋友如果第一次看的会误解可以我。调画面哦。该好哦，妈妈讲哦，哎，你高兴就好。哎呦，狗都重量了哟。等一下，康师傅的重量是你高兴就好。你有想过比你的参赛者高兴吗？阿基是有办会告你，你是找你不要再讲阿基师了。第一，我们这边有2个师。哎呦，第二，他压力会很大，他现在连切都还没切下去，你叫阿基师面子放哪里？三葵椒盐，我有办法直接有摸平龙哦。直接我帮你啊！很辣吗？很好吃，有盐酥鸡的味道。要不会东阿公吗？反转了，反转了。哦，反正来讲没啦，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还想要这个？没有。合理吗？合理吗？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。好来，等一下，你吃过该散肉外绵绵密密的吗？还没，韩刚刚。韩刚刚，那你本地的叫什么？是电机绵绵绵密密。你冇？马朗顺便清养水，明白？后生，好清淡，用阿姨好清淡后生。都在火开嘅火嘅。这样好吗？Hello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手語獻唱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樹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，我係鐘白強。今日有轉到也特別當熟悉的素材，送擺來的時間呢，國強的也個滋味啊，張老師好好笑嘅也個味素。唔過呢，二點哦，其實啊，全台灣各地嘅也個國強啊，香火都係對也特別的本出去嘅哦。哦，你係水煮肉嘅哦。對，佢絕對也特別的本出去嘅，哎呦不錯也特別的算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信用中心。今年唐公攞個品型吼，未當厲害哦。冇唐公係胖胖嘅組合，胖胖係嗎？胖師傅咯，胖師傅。好好的，提前先來分享到藝順開胖先期胖師傅，大家好，歡迎胖師傅，喺呢度嘅胖野松胖師傅。歡迎大家好。胖師傅，你按久冇來耶，最近都冇係咪嘅？好驗先，真的，啊原來你這段時間去進修了。係啊，去到那道 V 也做去過在那裡。安徽合肥，好嘛該點心，天鵝酥，他真的很會做甜點，係啊又要提到嘅馬卡龍哎，係啊你要不要有帶嗎？根本也冇帶了。哦，好，那對啊，那回來，會啦，希望吼就記住啦，我哋喺做啲事啦，我哋辣妹子，上擺吼，基本嚟講，佢嘅品型標準哦，係看感覺，不過有點太抽象了。還有喊我問一擺，除了一個感覺之外哦，你品型嘅標準還有乜改？抓到位，然後呢，用開心的心情去做菜，很開心的話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做的菜一定是最好吃的，加油！哦所以我們要先大笑3聲啦，哈哈，結果呢還是這個感覺嘅部分。不是你，因為你哈沒有用，明明你豬油你在第一步就會毀了他們，那我待會你就不要動，就專門笑2部分做啲加分呢。對，你就唔會停痛就好。好，冇問題， OK 大家都看一下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哦，打開落去哦，還有觀眾朋友猜想一下，提出講具體嘅食材有乜嘅東西咯？哇，風菜條，你係乜嘅？肉絲哦，馬鈴薯，係啊，今年到底會做乜嘅料理咧？燉肉。沒做對哦。咖喱肉對，煮咖喱沒做對。好食。好。哦，我嘅今年具體嘅料理是係係啊，馬鈴薯、風菜條炒肉絲。馬蘭薯我來炒，也個姜下炒就炒嘅。係。提前呢，先來分享到我呢出去潛水站，喺兩公婆，呢個劉金碧泰國老土比琴太子分享。歡迎。我哋今年吼，咱需要為發揚到日日口老風景嶺。
哦，母女哦，母女档媽媽攞梅哦。好，先來分享到我哋最後，見佢太多老太子哦，畢竟太子2-3年平常寫咗嘛嘅條路嘅咧。係中鳳座，哇，有中鳳座，公公也特別最有名嘅紅寶石。係對，哇，你下嘅算係全台灣正經係同行嘅，對都好，你下又係做嚟給人家採果體驗，對不對？他度過時。哦，因為今年呢，節氣嘅問題哈，產量較少，今年的水分太少。哦，搶到水，對痛都需要做。寬田是翻啦。對，港中年青年嘛。真辛苦，真嘅黑暗呢。今天的主廚會係乜嘢呢？用啥煮？用啥好，好哦。平常嘅就會用來用下煮。好，家弟還要加油哦。好，哦，有信心嗎？有啦！咁要效果。好棒哦！其實吼，我哋嘅節目吼，凍少吼，與後生應來參加哦。對。今年吼，哎呦，20歲係嗎？20歲而已哦。你讀乜嘅？南亞技術學院南亞技術學院乜嘅科系？廚藝系。哎，你的系主任係瑪莎？阿基師。阿基師未來的大師廚哎，未來的大廚。阿基師門校哦。哎呦，阿用凍厲害，媽媽應該很好厲害哦。哦，沒有。媽媽，你最厲害會做乜嘅料理？糖醋肉。糖醋肉。對，通常要講這一道菜，你就嚇死他們。真的嗎？所以馬上我來看，到底係咪煮為主咧？馬上我來看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歲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亞木卡嘅卡上癮，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歲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點解要教嘅係乜嘅？鬼橋也係開菜鉗。唐講係開菜鉗呢？你這媽表情。因為是你的地主地。啊，還好吧。就算東南地主地，你也是亂嚇人的。哎呦，不，你發現我的新招數了。對呀，你啥你？哎呦，拜託一下。今年我會派出我們真靈做第一位代表。我們剛才已經有看到景輝大哥董有好過，對不對？對。係，好了。因為老弟強龍哈就好過哦，它很有效果的哦。好，來準備好了喲。剪刀石頭布。一家之主愛親口，中央唔中，可唔可以？該你，中央，可唔可以？終於，一百天到哎，一天到哎，唔怕，搞不愛。果然係阿基師的門下弟弟。對，阿基師平常是有講你的哈。這個。阿基師很會做客家菜。冇問題，你係主星嘅對戰咯，看好哦。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咯冇強咯。你為什麼可以這樣？為什麼他這樣不算吧？愛姓趙啊。他這樣哎。愛姓趙。自由式哦。算啦。是哦。算啦。OK，1分鐘冇關係，你1分鐘冇正常，因為今日有剪狗啊。唔係。對，你看啊。學啦吼，地主。好了，家都快學咧。哎呀，可是哎，那學長，我有一個疑問，這一首這不是要馬鈴薯嗎？對，馬鈴薯。哦，在這裡。你還隱晦嘛？我以為這個是薑絲，一大碗的薑絲。好，那亞洲的先來做嘛？該這個嗎？呀，對，要先泡。泡的各位，而且切絲，油的哦。幫我拿泡刀。好。好。來 ，OK。繼續開始。好哦，你看一下，介紹一下我們準備的食材，本太甲看一下好嗎？哦，也係馬鈴薯，已經處理好這個中的呀，很用的。買耶。啊，鳳做厲害的來了。鳳做也係愛吃中的鳳做。你看看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常做誒。哎，厲害係上的哦，其實厲害也算是最後了哈。對，也都磨啦。因為鳳做差不多係屬於大薯，太薯才是炸。太薯哦。對。哎呀，係細管細個那個。氣嘎塞耶！給姐姐按好看。你看看是不是要加分？太太有挑釁呢，挑釁呢。就是啦，給他做蜜餞呢，新波喲。過去可以嗎？不行，有挑釁到。要加分吧，吼，氣嘎中的呢。還有嘛個？你有嘛個？
金走，记得也记得记得金记得，记得啊你这个中的哦。有没有加中？哎呦，加分加分。加不完啊！你有总签吗？啊有呢，总签哦，压住会就钱对啊。啊，两次也签呢。那个红宝石的，哎呀红宝石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唱双簧。哎，再介绍下去，我觉得分会加太多。对，还是要忍痛，还有马改。也还雷帽，这个中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谢谢。俩该不会也是这个中的哦？两个模样，它也用是盲油，要它盲油，哪怕有中，但是也用是模。对，俩这个中的哦。不要，主要两个这个要买。哎，不过你个用吼，係買部位啊？也做个肉丝肉，里脊肉，里脊肉。哦，10秒倒數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嘟嘟好，幫你切飯。切成。好，差不多。好 ，OK。那基本打本技術切，哎呀，先休息一下，因為你唱腔誒，加唱到分誒。你哋休息嘅時節做咧做乜嘅？做咧浸一下，補一下，按好哦。係啊，按好。等下摸咗個條款哦，嗬。對。誒，攞去看一下，我改撇了。我吃吃看哦。当我蟹。來，阿基是門下徒弟。不是門下徒弟，學生而已。算了，學生㗎啦，來，做啲教我講一下嗬，第一步我做啲做乜嘅？洋蔥。你看，他都只有問女兒，媽媽在這。媽媽排隊，阿基師用辦都教你，你不要再講阿基師了。第一，我們這邊有2個師。哎呦。第二，他壓力會很大，他現在連切都還沒切下去，你叫阿基師面子放哪裡？3腿膠原。那我辦嘅師叫冇平龍哦。哎，直接我幫你。很辣嗎？有鹽酥雞的味道。你先尬揪一下，我先去喝個水，我有點好像辣辣。第一步，我做啲做乜嘅？洋蔥。你看，他都只有問女兒，媽媽在這。媽媽排隊，我跟你說，大炸只要是30歲以下來的，他都是他的目標。很亂。等一下，那講一下，媽媽是因為剛好31歲啊。他花蓮也有一個，桃園也有，台中也有，苗栗也有，都有。哦，觀眾朋友如果第一次看的會誤解我。可以調畫面哦。好了，有選時間了。快時。等一下，我有咩切絲，還係切片，還係切？是薄皮啊。切絲，好。他不會切絲啊，你對他先切過來剪掉。我個白雞嚟，刀工要幾錢喎？伊去太刁轉了，伊行嘅腔樣。哎呦，按做唔得。唔過搞嘅1到5朋友啊。哎呦呀。對。改下哦，慢慢弄哦。哎，你高興就好。哎呦，講到重點了喲。等一下，胖師傅嘅重點是你高興就好。高興還是要把。你們也錄音咧，哎啦，還好，高興就好。你有想過比你的參賽者高興嗎？是你高興，只有你高興而已。他就馬改。你有泡皮哦。對對對，哎，看他不。好。哎呦，30秒。我們有沒有是自己種的？沒有呢，我家沒有田，我好窮。哎呦，是全部妹妹你讀書的呀。哦，對。7、3、2、阿田狗中的啦。4剪刀。你下強下做好冇？切電板就好。這樣意思，這樣意思就好哎。這樣意思，我們是阿基師用辦都告你，你死到。你不要再講阿基師了。第一，我們這邊有2個師。哎呦。第二，他壓力會很大，他現在連切都還沒切下去，你叫阿基師面子放哪裡？媽媽，你咪做啲種嘢，咩欣賞真的嗎？真的嗎？啊！媽媽，你動聖氣咧。就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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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、5、7、3、2、1，4剪刀，壓到邊，來，這可是走咯。必須。那我們要過去哦。好，冇問問題吼。天天嚟來啊！我跟你說，我們走他就不會緊張了。因為捱到你啊。對。哎呦，安家的哦，在書局。哦，剛劉大哥的書局。劉大哥。你喺中古冇哈？
平常只有煮了剩。没有，你是被上班我们耽误的总活动都有煮来吃。哦，马干活动，大活动，有时候煮100-200个也有，200-300个也有。多，哎，怎么个聊头料理吼？你都不用该上的，然后会走的穷哈。你们怎么会放那个生的肉？给盘丝用哎，韩式要煮好的时候才早来会底下迄点个下拿落落去吹掉就对了。哦，要穿烫而。且通过看多厉害穿，烫会不用染吗？那个也要啊。跟不是不是吼。嗯，对。哎呦，溜太过，你切个样片哦，大片哦，我觉得求荣才谁呢？煮出来的男人哈，真的我们活动都是2个人煮的。等一下吼，通过该风吹跳去以后，他会做嘛该？看怎么？还吃的还怎么？要那汤。要通哈。马浪酥，也就是所谓的姜丝。对，拎出你这个看唔中嘅，讲嘢姜丝。哎，安豆马浪酥哦。哎，马浪。你够厉害哈。好，等一下装在款里头哦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哦！你还嘛该？那个脆薯粉，脆薯粉哦，没撇离粉哦。筷子吗？马干，除了，我冲了。你在讲醋哦，你讲加多少？快没做的。快乐恭喜啊！快乐很可以教学了。然后蜜酒，米酒，米酒，你管了。哦，你还嘛该烧开一下。我自己买的山葵椒盐。哦，三葵。哇，喜喜欢。那你半改夫妻有摸恐龙哦。哎，直接我帮你啦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瓶盖打开。等一下还要录第2集。好 ，OK， 我帮你来啊。你不能做效果哦。好，有吃到吗？很少，对不对？北斗啊！很辣吗？很好吃，有盐酥鸡的味道。好可怜。紧盯动喉血嘞。你真觉得好吃吗？真的好吃那再来一点，再来。是真的。明珠来试试看。摸食过暗喉血的东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猪牛好，然后记得给还好摸恐龙哦。你们是用什么部位？啊，夹心肉，很有，哎，对，不是很厉害，对。就是煮会老的。肉会比较嫩。你需要火吗？对，哎，你先会佛啊？对，可以。你先尬纠结哈，我先去喝个水，我有点好像辣辣的。你讲不当优秀呢？不要讲无去用，给豆皮的马兰薯会切开嘞，那呀豆皮会切细的，但切起来的口感完全就会无去用。我觉得也不一样才好，你看你张做的评出喜好这样。韩国吼，大家哇真紧哦，全就摸恐龙的眉头，然后做法。哎，你们的今早是有现溶汤来卤过系吗？还是啥？这个蜜过没有蜜，那个没有蜜。我觉得有血的渣吗？我没有蜜过，可能会酸哦。会酸？不会，有些酸啊哈。会有点酸哦。不会酸，好好吃哦。因为这是天然的，完全没有。有山葵椒盐的味道。有哈，有呢。加味哦。它在嘴巴里面加味。有个鲜的眉头，好好吃，新产品哦。不会甜蒜甜。还动入创意呢。对，你们下次不要报名第1关，报名第2关创意料理。对，创意的啊，挑战师傅这样。该也买粉啊，会甜豆吗？海白粉。哦，饭你就吃太白粉，很美了，因为我们是用酥炸粉，摸恐龙。好，大家都可以看我两片。加油！好，加油哈，两公婆哈。啊，哎呦，炒好厉哦！猪肉出来了，因为记得给马浪出来切一袋安用，它都比较厚。对，假使紧紧是就炒挺吼，我们地图哦没有那个绵感觉啊。也不用一点水，有啊，妈妈有讲过，妈妈对，妈妈猪肉1片哦，皮都1片。哦，我有先腌制。嘿呀，对，所以说对，嘿呀，这样肉比较有味道。好，来先大笑3声，先讲1、2、3。怎么没有士气？听到的是他们是我比你还好台上呗。等一下长了一款你好吗？好。你看这都比较大。不想看你。好了，大家都讲。加油！哎，真紧很肉丝耶，真紧很丝。很香哦。润胎嘞，而且还全部平胎呢。哎呀，我就要看见就直接他刀工诶，有师傅班诶，哪怕给种布。你很像机器切的呢。没嘛？哎呀，真的，切懂用。假如我妈妈本来机器。哎呀，妈妈散红。很幽默哈，你知道？哦呦，你看妈妈多厉害，做嘛该？煮盘式哎，我来不及了。该不会很黏开？我来不及。我要看给我会吗？该比表该上。
你们来看一下我这边，好好好，哎呦，看一下，又疯又疯哎！临时的啦，临时。哎呦，按欠力哦。你看嘛个，而且中间要全部去甲中的哦，全部做得色了，全部是的咯，全部做得。很会。这样可以按样来用啊，当然根本不用盘丝。没盘呢哦。因为这些全部都会盘丝对呀，的。不用落呀，个不用弄膜呀。哎，我真的要夸奖一下，咱汉人味吼，记得会偏离主题。不过吼，记得补充的点缀全系作为摆盘用的。记得主角含系肉鸡、风吹条马铃薯，没有偏题哦。真的。哦，你要那边你搞做诶，哦，有甜蜜，单位有甜蜜吼。咁讲，俺问一下吼，该风走做会先切狗吗？磨切。冇钱，我切了我。本意hin到好看系吗？对，要披萨用诶。哦，皮色了，咁甜蜜会走出来嘛？喂。会啊。过眼唔是落糖，唔是落红酥。哦，马朗苏没清养生，明白？好食，好清淡，用阿姨好清淡，好食，都在系好，佢系唔好嘅。这样好吗？冇问题。很有自信，都100岁啊。都好，好，要做到100要岁。对自己的食材有自信。好，刚刚都过了哟。哦呦，体态来到美就摆盘呢。哎呦，切发呢。哎呦，哎，你俩系嘛嘅东西啊？素蚝油，素蚝油。哎，怎么感觉听我加素蚝油？我刚刚腌制的时候，你不满意我们的酱油膏黑吗？是这样的，素蚝油我觉得味道比较好跟某 Q 用要挑油，挑油膏啊。对，而且素蚝油味道比较不会那么咸。哦，对，它好带甜一点哈。哎，对，带一点它有甜概念，对。肉吃一半看看，对半看，看看地图有控风声哦。我们也可以差不多了7分熟。哦，没有啦，10分熟。我总在学气氛说，我们会太先进了。中药全熟哦，没牛肉，除非你讲这个猪是你自己养的，非常的甜厚，而且10分钟前才刚杀的。做我们的做对的，那也不行而且不行，猪肉，来杀菌，来杀菌。抖出来，我抖出来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下水就会吃看下铁管地度哪一部台米西较好食嘞？两家都非常用心的，看一看我呀见，都非常的浮夸。全部就会吃中哎呀，诶，好好看把哦。工作给咩吃中系诶？啊，我家家都食看嘢，好好，我冇？吃看呐。好，哇，家家都食。呢條嘅馬鈴薯吼，唔係條軟，唔係條斜。而且我觉得不吃的今年蛋的米头、马兰薯然后用的米头，全部都在地度。好，来不然南区的吃看呐。那就是加了3回椒盐哦，試看，夾鮮肉哦，這天我食到哦，最厲害是鹹這類夾鮮肉，非常厲害，選食材選很對。好的，好，先給師傅準備好嗎？準備好嘞。好，你下時間先搶先給師傅搶本書。講，唔怕，聂雙師傅搶本不足。啊？做乜嘅咧？來，先聽一下先給師傅先。因為今本日嘅主題係馬蘭薯加鳳菜條，然後肉絲，所以今本日我本鳳腿係因為佢主題出嚟，所以能夠口味啊以後，有用心就會做。兩個意思係講風吹腿尾巴，你在意的是要用的型的，嘿，刀工很重要，刀工啦。哎呀，你看有啦，佢嘅感覺見進動好些，喺刀工咪切到當醬，當然可能咧你們哈都係試加碗飯，所以風吹。好，呢個時間呢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唔怕。等下這兩盤，但有可能最貴美觀也都這兩盤啊，嗬。唔怕。大家來看一下先期師傅今日帶來嘛嘅4個料理，我教大家咧。有冇同阿講嗎？反轉了。哦，反正講咩啦？這個時候有沒有想到很想用這個？合理嗎？合理嗎？種埔素滷菜。哎叫麼來到節目當中嘅先期師傅今日帶來嘛嘅教大家咧？今本日咧，我做馬鈴薯花枝丸滑蛋。談起嚟凍好食咯，有感覺山珍海味嘅感覺。係啊，小雞你下今日準備埋嘅食材。我今本日咧馬鈴薯我先煮好咧，攞佢捏成泥，
种奶的咯吼，奶糖，当然，然后老一些的玻璃菜较养生，然后安尼的发鸡，然后老一些的点缀个红甜椒，最主要的迄个就卵，太白粉、两面粉。哦，好，马上来开始做。安尼老一些的马铃薯泥，安尼有3多吼，200克，然后面粉捞落来。哎，潘师傅，我问你哦，你做个马铃薯泥的时间是只有马铃薯婷婷的系吗？嘿，没有加其他的东西。冇，那是脆好咸，从一番薯让脆好，直接就捏成。直接捏成泥。加咧，加面粉液系哦，还会加买东西吗？哦，还有便利一点点便利粉。便利粉。不是沾哦。要调味吗？调味啊。根本没有吗？对啊。沾还可以嘛？盖。沾婷婷哦。嘿，一滴滴。嘿，这样就有泥的感觉啊。你看，里面啊，然后安尼个发鸡。两手好嘞，腌几团，安尼了后做好了后，然后给腌它的吼，然后腌出去接燃呢，然后然后也裹一点点粉，然后拿去炸。怎么改最尾吼？最尾是用便利粉裹粉。为什么最后是用？保护它，那捞其他的粉哦，叫袂散开，会不会走出来哦？这个做俩差不多的台式哦，它会不会猫盘发熟透？唔会。哎，你好，基本上佢都会熟嘅。係啊，基本上全部熟嘅呢，很少管哦掉落去。小心哦！小心哦！莫按太低。偏薄去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。那个我被吓死哦，莫弹到面哦。做乜嘅為咗水逼逼卜卜咧？喺呢個係馬蘭薯，咩嘅玻璃菜？玻璃菜，玻璃菜。馬蘭薯係脆嘅時節全部冇水，而家有金黃色嘅哈。有哦。可是我有一個考慮耶。做乜嘅？先問你是要不會挑油嗎？它裡面會吸油嗎？唔會，如果吸油唔會吸油嗬，係要注意嘅油溫。溫度，你要溫度調大嗬，佢就全部吸落去咧。我唔會用馬鈴薯，我就用烏味的。中對啦，那一定很棒，要加牛奶，還有個東後生、芋頭丸那樣子。對，這個我就喜歡了。做鳳座呀，放佢做嘅水做嘅，對，佢做嘅呢。佢種風清江。這個係休閒農場嚟做啲做啲創意料理。後來鳳座做烏味哦。好，我兩邊。哎，你了做滑蛋，做唔到狀態哦，狀態佢就發唔出咯。哦。狀態落去就變煎蛋。哦。煎卵吼，來油解油少咧，你倒落去，倒落去做乜解咧？夾，有冇？夾吼，好，放油吼，唔好等佢熟哦。好，了水倒落去。加片利粉咧，演員係我關掉咯。哦。超多隻大概是這佛寺的關係咯。對呀，它就是像喺早餐的歐牡丹。對，是哦。當然拿着。好做的，OK， 好，我們會動下。我覺得養放最後嘞。哎呦，你還買盤吶？真的，哎呦，買盤哦，放這裡哦，凍菜盤。人呢，放落去。哦，你講嘛嘅，這裡。我以為是蛋在下面。啊，對，然後再把丸子放上去。醬嘞，跟住嘛，還有鹽嘞，看嘛，還有鹽嘞。哇，醬嘞。明珠姐姐。好。啊，微微啊，就好嘞。哇，好嘞，最後嘞。好，安永就後生了。哇，蜜雪嘅世界如多嘞。好，來看一下星期師傅今日人呢有出題目。誒，個馬鈴薯，咱乜個平均下會唔會發芽？A 係番薯 ，B 係菱角。猜拳，先來猜拳。哎，猜拳強不強？好來，剛才就是你們的對戰哦。剪刀石頭布，箭頭上頭布，箭頭上頭布。一塊，耶！A 還是 B？先來，哎，你只會猜拳哎，這我就忘記了。想清楚的哦，A 另個人對。哦，那我們選 B。哦 ，A 還係 B 嘞？答案係 B。耶！躺着贏啦，怎麼贏哈？怎麼改？怎麼改？因為個菱角佢會變出一種很多乙烯的東西哈，佢都在控制個馬鈴薯唔好俾按做飯啊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死地了。好，我们来吃我有看。什么写的？你都没写，我就起你讲呢。我咪跳咪挨怕民主係挨自己講，還有那年堅持。怎么那么好啦？你们2个一起喂我，受不了哦。真嘅當好食咧，乜懂事。懂不掉，而且蛋糕跟滑蛋呢，老要馬蘭水口感是那種綿綿巴巴咧，有啲度嘅呀玻璃脆，老呀嘅發肌又真價口感嘛咧。有可能佢是涩涩嘅咧。係啊。細細罐嘅玻璃脆，有火鍋有整茶較香，比較香。見到嘅時間落嚟，家下咧我們2-0哦，等下要都要加油哦。今日唔會俾睇出就唔會白睇啦。好。好，是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比賽咯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吹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嘅因為特緊張嘅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杯米館呢最緊張，因為呢家下得到2分，藍翠等下加油哦。我等下我打開咯，我睇下個菜上嘅嚇，今日到底會煮甜嘅料理係乜嘅東西哦？1、2、3，豐州。哇！講到兩個豐州呢，今日我不當小老師，金輝哥老太太小給一下，做下公館的大老師，全台灣只有公館做得中嘅出來，行家有係最好食咧。公館嘅10位強出產豐州係因為一個太雪山嘅個洞縫哦，嗱有一個洞縫，如果裁下來，裁出來縫嘟嘟嗬，啊佢要加豐州佢唔可以泥體，如果要塞大嘅，排水良好嘅地方塞大，嗰個種出嚟豐州嗬。會靠我是品質又好。嗰時候呢，做嘛全台灣各地只有啲公館也到邊種嘅出來，而且呢，也嘅豐富沙，為苗栗也到邊帶來另外一個農業經濟奇蹟哦。係啊，經濟更好。唔過要哪樣做嘛料理係啊，今日為嗱這個紅寶石做嘛嘅？紅寶石，今日做一樣係湯哦。哦。那都甜甜蜜蜜。甜甜蜜蜜。係，是的，有個動音用，然後我身體會動好，咁樣是會甜甜蜜蜜哦。用慢走咧。係，來人講哦，講豐州呢，我要變隻吸管，那個籽，那個出嚟嘅。哦。就加一門嘅，係，出嚟嘅以後。就我把個吸管愛攞佢咩吸出來。啊，今日做嘅湯呢，有3層肉，還有當歸，還有枸杞。還有誒東西你加落去嘛，還有山藥、養生湯哦，然後當然有當好食，對。然後呢，倆湯滾滾嚟把3層肉呢，切好來，然後鹽就鹽切泡泡嘅，泡泡以後，然後滷的嗰種那個什麼葛玉金粉，苗薯粉，漢英煮玉金，因為它是非常養生的一個粉。它是水溶性的，所以你們不用怕它會凝結。莫不用想多哈，黏黏呢就喺旁邊表呢，水滾了以後呢，豐州跌落去，好山藥跌落去，豬肉跌落去，然後呢豬米醬加當歸啦枸杞，給提味一下，它呢用嚟加到，還有花雕酒加到哈。花雕酒係豬米醬標啊？對，標落去提味，有啲嘅鹽。應該是當好食，你是做了甜甜蜜蜜，安尼用湯哦，冇咁記得咯哈，一問你就問哎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家家來出題目咯。安尼煮出來豐州啊，那個籽脫體以後呢，係問題係講，佢嘅目的係乜嘅東西？A 係增加了營養與甜度 ，B 是使它的紅棗更脆。A 它係 B。來，先來猜拳了。馬上來猜拳。媽媽想猜。媽媽，好來，加油哦！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A 它係 B，你口聽哦。你好像每次都選 B 啊？對。我只能選 B。A 它係 B，到底答案係乜嘅 ？A。答案係 A，give me five。沒關係，唔怕唔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豐州嘅表面有一層膜膜嘅。哦，有層膜。對，一層膜。看一下。有冇？有。哦。佢嘅冇切開嚟冇嗰種嘅滋味提發，佢嘅甜味留嘅嘅營養冇辦法釋出來。哦，因為呢，我特別有種豐州嘅，茶嘅60秒嗬冇關係，唔怕。你講嘅哦，對，對，30秒我就拉誒。哦，90秒半難。而且我們還不一定會用到30秒。哦，有可能哦。有可能哦。家家來看一下。誰來進行比賽咯？壓根肉啊，要評論的話，我們不要落去薄，好嗎？冇不要來薄，冇落去薄，對不對？用湯熟，用湯熟。啊，
等下吼加白落之後，搞切吉盤呢，切泡泡咗。切泡泡嗯。 OK，了我了解咧，幾時搶開始？对，戳一下文具，會不會動啊過去？要不要動啊講是不是动嗎？啊？嘿，反正了，反正了，哦，反正了。反正讲的啦。這個時候有沒有想到很想用這個？沒有合，理嗎？合理嗎？真的，我覺得這個關鍵我可以現在用了嗎？要吗？要請我幫忙嗎？要嗎？廚師幫忙。啊，这吸管太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刚明珠戳到那个洞了，来，來，加油加油！加油。這個吸管挺牛的，要用我們的環保的鋼吸管。对呀，哦，有啦有啦有啦有，啊，动作给它吸管那都对啦。海生哈，唔啊，哦，海生，啊，弄拔好，弄拔好嘞，弄拔好嘞，弄拔好嘞。可是只能这样再弄好，对，对好，加油。好，只能我做。用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出來了，我出來了。用條那撞開嚟，對不對？撞開嚟動。要變樣板嘢咧呀！我天，OK 嗎？開始剁你咧，扛剁而家剁棍，紅牙去籽，你看字，你看字，给它冲那个。完全冇插礙咧。哎呦，倒落去耶！係啊係啊，去用你啦。嘿，就这样子對。啊對啊，纸去掉，纸去掉，再用红沒關係，先吸管。放桌上，先不用做，先做檔。哎，幾多？哎，幾多？我叫他咋？用下一扎，他们短在这都念。趕緊走嚟，吸管，嚟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好像是這樣。哎，好，再一次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儿子的那个。好啦，停，你聽吧。搶挑，唔係搶妹，搶挑，挑很好夾，轉一下。哦，佢變嘢黑夾哦，一邊還散我了。來餐飲科的。可是要幾個？要幾個？一個啊不是，剛老師有說我說要10顆。 10個。來，東快，你不能動作吧？來試看啊！哦，試試看是。來做實驗啊！哎，做對哦，做對哦，快！聰明哦。做對哦趕。快。假使你不泡，冇輸慣了，你不喝飲料，你做啲溶該管管應該不看面就有兩個。我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做了。好來，等一下，你試過該散咗外綿綿密密的嗎？還沒，還剛剛。還啱啱，那日本機嘅叫什麼是電機變綿綿密密，對冇？來試看啊！哦，試試看是。來做實驗啊！哎，做對哦，做對哦，快！聰明哦。做對哦趕。快。假使你不泡，冇輸慣了，你不喝飲料，你做啲溶該管管應該不看面就有兩個。很好，對沒有，啊。哎，你做餅乾很好呢。等一下做飯，你後還會做乜嘅？切豬肉係嗎？嗯，豬肉。好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先厲害厲害厲害。好，過去我們那邊嘍。好，唔怕，你用這個對落去啊，唔怕。來煮餸，這個煮，這個等下。哎，對，想必溝通。哦。你下做乜嘅咧？動滾哦。同做咧這哦。沒關係，沒關係。你咁講吼，切嘅部分哦，不留太過做是最對的選會不會擇。切？這個凍醬呢，自己用呢。體育館嘅時間還是看到肉細哦，很像機器切的。真的。你看那機器切的肉片。切都懂後。恩眼粉哈。應該燙多了。兩份之熱。我不用燙多哈。一半。哎，哦，一凍好賣。這個係兩分之一哦。應該係讓人講4分之2。因為切講佢以前肉多人肉少。哦。阿爸，你講肉加變加啲落去，肉變加啲落去，肉。肉加絲咧。因為加分強多咧，千萬不要落去，千萬不要落去。因為你分空下。可是這個粉怎麼結開了呀？吧，水溶性的，它水溶性的沒關係。你演啦，你轉演。哦，這樣子。你睇過，教學。哎呦，左手右手向下做啊！哇！輕易咧。可能也風中先弄一包春米頭。哦。嗯，好。開始不開始樣。哦，你三樣用還冇切呢。等下。三種還蠻切咯。切有兩樣，沒關係哦。好，唔是幾包好。煮一熟啦，水滾咧。天咧，哦聲音哦。冇食到熟哦。佢叫阿健仲係冇講。東本的啦，吼。係啊。好，你過嚟睇下。看改片，我試一下。哦，呢邊下風了。紅棗。等下風軸也先合皮啊。風軸因為有煮半一塊啊。一塊米啊。係啊。那我先拿因為那魚咧，不能調爐哦。冇所謂調爐。等下。一水滾嗎？嘿，半途半幾水太係嘛？哎呦。你唔係固定咧。對。見唔見？讓佢阿健仲。好。
好，差不多幾多分鐘？幾分鐘，你等於要向你出嚟就係差唔多咧。你睇下做啲做乜嘅？30秒。30秒。 30秒等我不要按到哦，記得了，我要祝福哦。現切。你們有廚師幫我90秒哦。等機，先唔會打開來。你睇你嘅時間。3、2、1，好，換媽媽。你們都沒有請我們幫忙。啊，對啊，可以請那個。那我你先切完。你先切完。等一下挑每個時間運性上走。對半切。來啦。夠了。來，媽媽過來。我們要過去哦。还有什么？等一下順序，山藥。而且當歸要切。散肉。切不是洗。因為散肉不跟綿密。切。長輩挑妹妹安用。媽媽做有點混亂。好，我們過去哦。哦，來那個片。因為試看跟綿嘅世界上不用哦。當歸要切。媽留嘅切啦。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先挪一煲水嗎？這樣子我們的豬肉會膨脹，唔會漏落，而且我們等它撈起來之後，豬肉這樣會 Q Q 的。啊，梗係人講當歸冇不用按到，你用到按到。兩皮，有米絲嘛？你要先切當歸，先切落。梗係要好，切跟住很強哦。咁咪切落。啊，等一下哦。哎，愛山豬啊，相當結晶。哎，梗係散豬牛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壓心煮地道。哇，切到多厚哎！你看我的豬肉。對呀。大家當歸就切啦哦。唔是切油，因為對半豬肉哎。對半切。其實不容易擺。你這跳刀，應該吃米，應該吃米哦。係味道甜味足甜。兩湯匙也差不多。等下你就吃一下米頭。哦，你看聞到那個香味了。對啊。都香哎。放眼肉，還同青青吼。滾下。豬肉糖果哦，嗰泡沫會漏起來哦。唔落落去。當香我跟你說，我們一定贏在切的那個豬肉片。現在換我有點緊張了，你走在狗一下嗎？好，我們過去。等下最後面你要上場之前再加酒，好不好？酒之前都可以哈。好，加油！哦，好棒哦。不管誰。來，我們對對的。可以求救嗎？那個求救在求救怎麼改？因為不你怎麼改？求救了。因為不你怎麼改？我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做了。好來，等一下，你試過該散咗外綿密的嗎？還沒，還啱啱。還啱啱，那你半機嘅90秒是等機變綿密。對嗎？山藥有脆的沒關係，山藥脆的沒有就可以了，脆的也沒關係。對，脆的也沒關係，對，把握時間。用豬肉滴毒滴熱後，換廚師來做。啊，甜薯嗎？好，強下講，來，講開始。那個廚師幫我，我講下夾法啦。90秒啊，90秒咧，來90秒啊，依家該慢慢落，我做拜來下拍攝哈。好。哦。沒有，我剛才不用哎。唔是差唔多。好。還要讓調味。好。還要幹嘛？東西咧。啊，燃。等下。發條球。30秒過去咧。好，快點。這邊太擠了。等一下。鹽，你剛才說鹽，不要緊張。東西很痛哦，很小哦。哦，拍緊一起講嗰度。慢。還有燃嗎？加啲嘢。好，燃到。好嘞，叫，還有時間。叫。水妹起快。 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呀，我辛苦一道。好。應該，該湯圓。你打贏咗，還要按緊張呢？湯師傅，他真的會造成人家緊張。湯師傅，不要那麼緊張。緊張到那聊啦，你緊張到那聊會吃佢眉頭啦。後面而且他緊張到我因為我會回挨喏，我要緊張而來。好嘞。我倒出嚟，枸杞浪，顏色把它配好來。7、兩組全都兩種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水就來吃吃看啊！你啊管底度那家張嘿，你嘅太重譜咧。你啊今日逢做攏去補湯吼，就會一定站嘅湯品嘅。這邊今日又來到廣告呀，到尾一定要點點出湯。一定我先看。好，先進來你啊逢最開始來好，先。冇問題。誒，點乜嘅咧？好深呢！你一定要吃我們的肉片。好。是我們的金比泰狗切咧，一講誒。因為佢係機器人。大家講佢切啊，就想講基本結晶。總算會結晶。係啊，真的。
还是那个越剧姐拿个山葵胡椒盐可以拿来不一样。客家方咯，真結啱好食。而家係真嘅，各位嗌緊用啊嗬，分開來湯，湯嗰個將加到同啲度，誒將唔會要破啊，少少破，湯會較清。你今日喺台上讓你對我講句糖豆嗎？沒有，當見做咋，當見做冇糖多。分析南區嘅來看啊，好冇？比較一下。好，咁樣下潮。你的用嘅切板冇夠用。係啊，不了切飯。燒都係用啊。我都要嘅湯梅吼，讓你呢個就啲木橋浪嘅地方哦係多，我都要就加湯，啲嘅湯。我專業用來咧。加油哦！姜蟲包都係，加油，上我姜啊！記得啊，就這樣啊，姜蟲包爛。哎，我真的有雙胞胎耶！真的哦，真的。對啊，姐姐妹妹，我的姐姐妹妹，我是最大的。不要給我做。哎呦，難怪東回族該風走了。好，但是我們現在呢，要先進入評審的部分。最美麗哦。好。嚟講大家評審欣賞都準備好勢法，等下呢就先請賢啟師傅搶分數。等將來分對3分嘞！你喊唔喊嘛？運動加精神，運動加精神哦！龐師傅搶分數。等等。哎呦！哇，好，來唐坤啊！賢啟師傅嘅公平問題啊，唐一下。誒，我本風水嘅原因係夾豬肉切到凍殼嚇，灌到有。個口感食落去嘅時陣唔會黏牙，啊南推呢一片咧，也係該專用嘅，就咬都咬唔落，就係軟啲嚟啦嗬。韓國嘅該縫做啦毛綿綿，食到泡泡啊皺皺嘅，都該誒，所以我就分風推加一分。你雙師傅咧？你用啥嚟上打咧？我實在講，我好要用嘅米血講，佢嘅米頭羽毛又出來，那回甘味又出來。啊，倆處呢，我人講紅棗要去籽，我吃到一隻籽，所以我叫 care 這個講的模式牙齒相到。好啦。唔過呢，講真嘅呢，兩品糖都非常嘅好食，真嘅嘅比賽法還係有一些素養。原本呢，馮翠呢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。鼓手，原本呢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藍翠今年吼未當厲害哦，就得到吼雙夯頭盤。要送哦。回去可以吃燒烤。組隊來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嘛？先得老聽下講一下。非常嘅神奇啦，哦，因為各位我係學到當到，哦，要從嘅嚟亂，跟住嘅嚟滑蛋。嘅挑亂啊！挑亂。哎呦，嘅實在啊！滑蛋。嘅實真係，我成日都跳落去度嘅。真的，安子生，謝謝。今年吼，相信吼，俊霖吼。就非常多嘅位吼，相對吼，系主任來講一下。我會認真學習。因為認真哦。媽媽，今年參加嘅心得係乜嘅？其實本他嘅行家認識美麗園嘅公館橋。真的。係啊，其實當到不卡注冊嚟講嘅話，大3年嘅橋面冇共用。對，大3年就知道去搞不開紫米係青紅嘅。對，實在其實我會很多檔都會紫米哈。啊，對，有時咩共用一度出去行誒。對，妹妹你加油，阿比賽就會贏咧。加油！對，加油！而且人講嘅嗬，教學上莊就出嚟呢個比賽強樣，看見咩其實呢度師傅啊，都參賽者嘅成後面學到嘅當到小知識，呢下就係呢節目當中最希望看到嘅哦。係啊，所以哦，假使哦，那一片哦，還有乜嘅高手同民間啊，假使哦，你到學高啲都未當厲害嘅時候嚟表現大顯身手，全組隊嚟報名參加哦。唔錯，你一家之主等等出現咯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